管。此茶用来消除转世妖人的前世记忆，维持人妖两族万世不变的秩序。此茶仅此一瓶，万不可落入妖族手中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李泌，起。下面我们就请李家小姐为我们表演节目。下面我们为大家表演一段舞蹈。这手好的法力呢？哼！这也不弄个兜？我有啊。怎么了，小妹妹？我娘亲不见了。来，我带你去找娘亲。好的，谢谢叔叔。真乖。哎，别闹别闹！大妖王！大妖王！糟了！小猴子，你这上哪鬼回去了啊？还给我找到一早上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又不认识你！你胡说八道！咱俩都生了20多年了，你不知道我是谁？你说是外面有女人了？神经病啊！长老，长老，孟婆茶丢了。啊？不过你放心啊，我一定会把它找回来的，绝对不会出任何意外。什么找回来找不回来的？你谁呀？我不认识你啊！我是新任孟婆呀！胡说八道！孟婆不好好在地府待着，跑这儿来干嘛呀？难道你失忆了？你才失忆了呢！我记性好得很。你说这是啥？这啥？这是我也忘了，你问别人去吧。我住在这儿吗？糟了，长老一定是喝了孟婆茶了。没有，我家在这儿吗？过来就在这儿。为什么我感觉我突然一觉起来在医院？你们3个在这里干什么呢？没bingo啊！来，我们继续喝。糟了，井水里肯定被下了孟婆茶了。父王，咱没必要无故挑起争端，这样很不讲道义啊。来，抱着为父。放我下来！你听着，由于你的无能丢失了孟婆之职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，你反倒来质问我。哼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的血液里流的可是我的血，别没事找茬。父王，人类已经彻底失去记忆，我们马上就可以控制他们的身体，
壮大我们的族群。附身之后，控制人类指日可待。哼哼，事关我们妖族的生死存亡。冲！香蜜已经失忆了，看来天不亡我。住手！我终于可以控制你了，你已经丧失了记忆，我附身于你就可以将你控制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妖族可有一副真正属于自己的皮囊了。好你个臭妖怪，我没去找你，你反倒送上门来了，快还我孟婆茶！看我不附了你的身！怎么可能？你为什么不喝井水？喝井水对身体可好了。当我傻啊？我明知道你在井里下了孟婆茶，我还去喝？快将剩下的还于我！真是幼稚！都倒进井里了，还怎么给你？就你这智商，对付我差远了。欺人太甚！看招！噼里啪啦，多个大法！看来孟婆不过如此啊！说好的法力呢？看鹅粪！好，鹅粪，快溜！站住！原来你们是一丘之貉，都怪我自己看走了眼。这个孟婆居然没有失忆，害得我精心策划多年的大业功亏一篑。父王威武，那些凡胎肉体哪会是您的对手？您就当个屁把他们给放了啊！父王，哼，我们可是放屁界的高手，唯独这个屁把我憋出了内伤。总有一天我会让人类好好尝尝这屁的味道。孟婆想对我们族人进行大屠杀，前辈们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数量骤减，到现在只剩下几十个了。那次大屠杀之后，我便决定一定要活得有尊严，要让人类当我的奴仆，让他们尝尝被人踩在脚底下的滋味。我长这么大从来就没有哭过，那次是我第一次掉眼泪。我发誓，以后再也不会让别人用刀指着我的脑袋。我等了500年，就是想要等一个机会，要争一口气，不是想证明他有什么了不起，而是要告诉人家，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。父王，我有一个好计策。哎，这俗话说得好，冤家宜解呢，它不易结，对吧？你看啊，要不这样。我做个中间人，把大家都约出来，咱们在一起吃个饭，坐下来和和气气、平平静静的把这个疙瘩解开算了，这样就不用大动干戈了，皆大欢喜啊！畜生，放我下来！下去！父王，你竟然替人类求情！来人，将他给我绑起来！是。父王，大王，
此次进攻受挫，人类要是恢复记忆，我们就无力回天了。依我看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攻进孟婆峡，杀他个片甲不留，到时候我们主宰孟婆峡，这样岂不更好？你多虑了。化解孟婆茶的关键就在于为孟婆寻觅真爱，选立为妃，并在七星汇聚之夜取得阴阳之泪，将其放入孟婆茶，药效就可以解除了。但是，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已经失忆了，人类无力回天了。等我7天之后，养精蓄锐，恢复好伤势，一定要让孟婆命丧黄泉。到时候，就算天皇老子也阻止不了我完成大业。哼！将这孽子给我严加看管，没我的命令不得离开。是，父王。二当家，去吧。这您算是找对人了。我们兄弟几个是全乡最出名的点子王了。哎，你给来一个。让你出点子。哎呦，我杀！哎，这牛羊圈，还是你说一个靠谱的吧。点子我倒是有一个，但是有2点。一呢就是武圣，2呢就是智取，二者选其一，我们当然是智取了。你看吧，这就是被我给熏陶出来的。那你就给孟婆讲讲，咱们该怎么智取吧。其实这个智取呀，就是攻心。我们带领全村的人到树林里去跟他们讲道理，把他们的罪行全都数出来，让他们的心灵感到内疚、愧疚，这样他们就不好意思住在这里了吗？哎，行，看来啊，你这是没熏陶好，还是让我给大家科普一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攻心之术。就是我炸，哎，不是你去哪儿呢你？是你，你个负心人！你误会了，我是来送情报的。就是你害我失信于民的。哎，你别碰我，咱们还是保持点距离吧。行，你要杀我，行，但是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啊？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你总得想想你的朋友啊，你的那些村民们，他们可都是无辜的呀。我父王他7日后便会卷土重来，我不想看见血流成河。你赶快带着大伙跑吧！你是来做说客的吧？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？赶快跑吧！我是为了你们好啊！天下之大，为什么你们偏偏要跟我们过不去？为什么是我们离开，不是你们走呢？哎，这都几百年的疙瘩了，根本没法子解开啊！除了跑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马上寻觅真爱，选立为妃，并在七星汇聚之夜取得阴阳之泪，再将其放入孟婆茶，药效就能解除。
10分，10分。10分，10分。接下来我为大家表演一首《夜半小夜曲》。看他要看什么？表演什么呀？不知道。哇哦耶耶！爱你在心口难开，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。哦，爱你在心口难开。哇哦耶！爱你在心口难开。0分。我的天哪！我感染了所有的群众，给我0分。我不服，抗议无效。你这么开放，孟婆跟你一起生活，还能干正经事儿吗？不给你负分就不错了。切，没天理。各位评委，咱们床头不见床尾见，大家也算是老相识了，还望手下留情。人美，抓紧时间，快表演吧。好，我来给大家吟诗作对。带来第一首诗《静夜思》，是我的老相好特意为我写的。床前明月光，地上鞋2双，床上狗男女，其中就有你。赶紧下去，赶紧下去！你现在立刻给我加0分，0分！好啊，你们几个老不死的，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了是吧？等着你们被雷劈死吧你们！气死我了！哎，保安，快把他带下去！是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！哎呦，报警！下面有请美景上台。我今天表演的才艺是走猫步。他怎么也来选妃了？0分。10分，很好。哎，我还没表演完呢。不用表演了，0分。整个猫步低俗下流，背逆传统，太刺激了。有刺激就对了嘛。给他带下去。我也是，又敢走这种风味，挺好。你们都不喜欢让给我，我喜欢。经过激烈比拼，初赛结束。我现在宣布比赛结果，最后胜出的是我右手边的这几位佳丽。我抗议！抗议无效。你应该选我右边、你左边的那几个人。孟婆，你会不会搞错啊？那几个女子，哎呀，不是德行太差，就是长得太丑，怎么有资格进入复赛呢？啊，就是啊。哎，这长得丑安全呀，
我的工作那么辛苦，他们越丑越利于我的工作嘛。哎，来，你们俩过来啊！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先看那位大婶，她那粗壮的胳膊，一看就极具爆发力，她可以帮我劈柴、烧水呀。你们说我工作那么辛苦啊，她呢这么伺候我，我那心情愉悦，工作不就更顺利吗？接着我们来看这位大兄姐，就是那个一看就知道阅人无数。你说，在我工作琵琶的时候，我当然需要，嘿嘿，那他不就可以把我，懂吗？对吧？可是你看，这位暴露狂有声风化，他怎么进复试呢？啊，对呀。哎呀，兄弟啊，哥跟你说啊，尤其是这一位啊，一看就是在剪裁方面特别的有天赋。你们说，我工作那么辛苦，又熬着孟婆茶，我工作起来，我穿得多会热，穿得少会冷。但他如果能给我做一身舒适的衣服的话，那我工作起来岂不是更有效率吗？所以他必然要入围嘛。还是孟婆有眼光啊！还好了。孟婆说的有道理。最后经过评委们的再一次复议，最终胜出的是我左手边的这几位佳丽。好，选得好啊！太好了！比赛的下一关是孟婆石坊，候选人在安排好的客栈等待孟婆灵性，孟婆要亲自检查。最终获得孟婆肯定的选手就是孟非。哎呦，真把自己当根葱啊！你以为你是格格呀？就你这姿色，我看还是不要浪费那碗面汤了。哼，说什么呢？信不信我揍你啊？你敢？完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！待会儿他进来，肯定会问我为什么要参加比赛，我怎么回答呀？我总不能告诉他，我对你，我堂堂一个7尺男儿，啊，我怎么会喜欢上一个男人啊？哎呦，这下完了！我是真的没想到，你居然，这么想当我的妃子啊！什么鬼？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我牺牲小我混进去，给你当卧底，这眼看着我爸爸就带着小妖们攻打过来了，我这得赶紧替你选妃把关呐。那这样的话，我晚上再来找你吧，到时候咱们再商量商量。成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告辞。拜拜。让你们2个人欲火焚身，一起乱搞，到时候让孟婆抓现行，我就大功告成了。他的，你的，我的。哎呦喂！我的2个好姐妹呀，可算是来了。可不是嘛，又变漂亮了。你也是。哎呀，
我帮大家约了孟婆，咱们一起聊聊天，聊聊家常，多了解一下嘛。你呀，不光嘴甜，心肠还好。哎，你们看，那是什么呀？啊？没什么呀。啊，可能是我眼花了吧。来来来，大家一起坐下。我们一起来干一杯吧。好呀，好呀。庆祝我们的友谊和美貌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再倒一杯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哎呦，这有老鼠吧？老鼠？没有啊。哪有老鼠啊？可能是我看错了，我昨天没休息好，眼睛不舒服。你们别见笑啊。哎，这个酒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呀？啊？这酒里能有什么东西啊？真会开玩笑。哎，你看你的杯子里，看见没有？啊？哎，里面真有。哪儿啊？就在那儿，看见了吗？哎，我就说有东西吧。头发丝儿啊？是啊，不然你以为是什么呢？我以为也是头发丝儿。哎呀，大惊小怪的，吓死我了！就是，咱们3个都是女人，还能给你酒里下迷药不成啊？就是。不会。来吧来吧，喝酒！来，为了我们的美貌，为了友谊，干杯！干杯！这酒啊，真不错。哎呀，今天天气可真热，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浑身发热，呼吸困难？还有想要宽衣解带的冲动？哎呀，就是，被你这么一说呀，我感觉的确是好热哦。听你们俩这么一说呀，我也感觉有点热。我看你是迫不及待了。是呀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呢。哎，我怎么感觉我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手？好热呀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还好吧？我怎么控制不住我的手了？你们。哎呀！哎呀，你可算来了。你看他们2个在公开场合行为不检点，是不是应该把他们从候选人名单当中踢出去？哟，谁行为不检点呀？幸亏你来得及时，要不然我就被他们给侮辱了。我们走。是吧？杀了他！你了？人家杀不了。那你了？你们抓错人了！来不了，头痛啊！你们是谁？那我们就好兄弟，一起捅！呀！啊！梁成，朋友，真是太香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可不怕你。你想干嘛？
哦，不，我只是想确认点事儿。你认得我是谁吗？真的假的？你真的不记得你是谁了？阿里嘎多。那个亲戚，嗨，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。你走吧。啊，好走不送。不可能，咱俩真是太像了，你不可能不认识我。请你务必告诉我，否则我不会起来的。怎么办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兄台亲戚。是这样的，你是我三舅表叔家亲戚的儿子。哦，这么说，我们是亲戚。那请你带我回家吧，我不记得路了。哦，这样吧，我告诉你怎么走。出了这个门呢，出去直走右转，你会遇见一片海，穿过一片海，你就会遇见一棵大树，绕过这棵大树，那就是你家了。嘿，阿里嘎多，客气。我就是聪明的小虾米呀。美景啊美景，今天晚上就是你的忌日，跟我斗，不掂掂自己几斤几两？哼！我这得赶紧替你选妃把关呐！今天晚上一定要告诉他我是女儿身，兄弟，谁要当你的兄弟呀？住手！八成哥再见！你是人是鬼？你说呢？啊，鬼呀！哎呀！江左兄，你醒醒啊，江左兄，醒醒！住手！梁成，快一起！你看，他醒了。他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你竟下此毒手！梁成，你误会了，这不是我做的。你别解释，别跟我狡辩，我全看到了。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江左兄就没命了。他不是江左兄。你别过来！看来我不拿出点证据来，你是不会相信我了。你信我了吧？现在？这是因为我抱着我的江左兄。梁成，哎，梁成！哎呀！梁成！就你一个人来了？当然就我一个人了。这奇了怪了啊！参加复试的候选人不是喝水给噎死了，就是从马上掉下来给摔死了。这怎么回事呢？哎呀，你就别犹豫了。现在场上就我一个人，这孟非当然非我莫属了。看来这是天意啊，没得选。且慢，新孟婆到。坏了，打错人了。呵，来了，
刚才我是没得选，现在1号选手来了，美景他才是最佳人选，孟非非他莫属啊！准备加冕。我得赶紧想个办法。你慢点。哦，还能喝咋可能？妈妈。喝醉了。妈妈。我怎么莫名其妙成孟非了？但是为什么我……哪位？长老请孟婆去商议闭关修行之事。怎么冻得跟头死猪似的？拿这，哎呀！孟婆怎么会是她？时间紧迫，从今日起，你得按规矩好好在这里闭关修炼，养精蓄锐。我晚上来接你，啊？哈哈，看来当孟婆还是挺好的嘛，有美人又有吃的，总比风餐露宿强嘛。我知道你是谁，在我跟前你不用隐藏身份，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。我是孟婆啊，有什么好隐瞒的？你没看见这个仙人面镜的牌子吗？嗨，早在前天晚上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应该知道你的身份，你就是虾米。你知道这些日子我多担心你吗？不过，知道你还活着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这么说，我以前是个罪人，可不能让他戳穿了我的身份。看来我得假戏真做了。嘿，我是虾米，我……嘘，那还用说？哎，对了，是不是那个小婊子也知道了你的身份，所以他才让你选她做妃子啊？哎呀，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办法呢，有的是。不过呢，你得给我时间，我会帮你搞定的。嘿，看来你的爱情魔咒已经解除了，我们也可以好好在一起了。我去就来，等我消息。哎呀，是真的。一炷香之后，来这儿验全尸。哎，梁成，哎，好巧呀！哎，梁成，我有事想跟你澄清一下。梁成，你听我说话没？梁成，我跟你说话呢，梁成。哎，梁成。工作时间，低调一点。有人花大价钱买你的狗命，还有什么遗言吗？他们要你的狗命，哎，怎么办？
我说你就别再演了，你演技这么烂，观众都看不下去。你看看这二位啊，演得多棒！你们演太差！哎，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呢，梁成。大哥他走了。梁成，太不给面子了。上！站下！哎，你干嘛呀？我先走一步啊！救命啊！哎，救命啊！大哥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大哥，救我呀！救我！太让我失望了。大哥，等等！哎，对，大哥，教训教训这小子，替我出口气，让他知道啊，知道咱们的厉害。大哥，大哥，你怎么也上来了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来人呐！救救我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看我干嘛？这不是我做的，我怎么会叫这么笨的人来取你的狗命呢？你刚才眼神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这大竹子做竹筒饭很合适的，长得不错啊，好长大啊，哎呀，哎呀，不是我说，大姐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你非得拖累死我才甘心是吧？你没有发现我的特殊属性吗？什么属性啊？就是但凡咱们身体一接触，你就会倒霉啊。这个是不是只有你跟江左兄才有？好像是。现在信了吧？不信。信了吗？不信。信了吗？不信。信了，行了吧？早知道早点信嘛，何必呢？你两个没事吧？婆婆，赶紧找人来救我们！好，我这就叫人来救你们啊！等着啊！哎，好，太好了！快点儿！你来吧，你喝。你快点，我揪着。喝吧，快点儿。哎，西门，快去喊你的同伴救救我噻！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醒醒吧，别睡着，快醒醒！没有睡，我好饿。快把他们拉上来！我手拿不住来，我们会把你救出去的。快来，把手给我！你不把手给我，怎么拉你啊？给我手！谢谢。这次确实是失误，让人给跑了。5星级杀手，1炷香功夫，全都是废物，给我滚！下次有活再叫我们啊！哎呀！请问，跟我一起的朋友呢？他已经走了。啊？他怎么走了？
青梅，虽然刚才让那个贱人跑了，但你现在是孟婆，我们俩可以为所欲为了，你说对不对？我想你想的好苦啊！哪尼？你是男的？你怎么会是男的？你怎么会是男的？我为什么不能是男的？狗男女，你们两个等着下地狱吧！我只是想吃顿饭，怎么就那么难呢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是男的？你的胸呢？看来夏米说的是真的。这个世界怎么了？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满里子都找过了，就是找不到人呐。村子我也找过了，也没有啊。会不会他被村民抓住给杀了？啊？怎么办？可怜的二当家，这位置还没坐稳呢，就挂了。我们以后没了靠山，该怎么办？找到了吗？给我找到镊子，剥了他的皮，否则你们都得死。是。再进门头，我得赶快找到虾米。大王，有一个乡民想见你。把没失忆的通通给我宰了！不要杀我，大王！大王，不要杀我，我知道孟婆的下落。哦，她在哪里？请您收我做您最忠诚的奴仆，我誓死辅佐您。快请起，朋友！你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奴仆了，快说，孟婆在哪里？这边请。哎，你们看，大妖王肯定会对孟婆无礼呀！啊，那要是孟婆出什么事情的话，那我们就全完了。哦，说的也是，走，咱们看看去。走。这个世界怎么了？哈哈哈！真的失忆了，可以附身了。附身是什么意思？哼，难道是想偷袭我吗？你们再不走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哼！大王，这就是我送给您的礼物。她呢是个假孟婆，已经失忆了。假的？那真的是谁啊？您要是不嫌弃，这副皮囊就是您的了。那真的去哪儿了？真的呀，名字叫虾米，是个女流之辈。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她呀，现在正和您儿子在祭坛上获取阴阳之泪，用来对付您呢。对付我？笑话！我堂堂千年老妖，要是这么容易对付，还怎么对得起我的名号？大王，您有所不知啊，这阴阳之泪
是解开孟婆茶的秘方。这要是让他们得到了，妖族以后如何附身于人类，您的计划不就泡汤了？岂有此理！我就让他们死了这条心！哼！哦，真是太过分了，也不问人家冤不冤枉。哼！还说相信我是江左梅郎，你相信我？你相信我？招呼一声也都不打就走了？哼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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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对了，距离七星汇聚还有1个时辰，我们快去祭坛，走。啊，哦。大人王来了！大人王来了！快救救我们呀！阴阳之泪，快给我们阴阳之泪啊！对。啊！可是我天生就命硬，我从小到大基本上就没掉过眼泪啊！你现在让我哭，我哭不出来呀！哎呀，求求你们了，救救我们了，求求你们了！搞定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笑啊？七星汇聚之夜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要一滴眼泪就那么难吗？可是我真的哭不出来呀！你先让我哭，还不让我去死呢？你俩就省省吧。今天就是你俩的忌日，赶快来受死吧！今天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你们两个，赶快来受死！你给我滚一边去！滚开！大人王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人王。啊！没错。我就是威严与力量的化身，怎么样？害怕了吧？快束手投降吧！大王威武，护国盖世，佛法无边。看来他阴谋已经得逞了。这些人已经被我们妖族所控制，现在就如同行尸走肉。我只要除掉你，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当上孟婆。到时候，人类都会被我踩在脚下。哈哈哈哈！啊！哼，你真是欺人太甚，小心本姑娘对你不客气。好呀，噼里啪啦剁狗大法。嗯，说好的法令呢？啊！啊！父王，收手吧！再这样下去，两族将永无宁日啊！念在你年幼无知，为父不跟你一般见识，听为父的话，知错就改。你还是二当家，等为父老了，便传位给你。过来，到爸爸跟前来。
流泪了！怎么有救了？怎么有救了？夏女终于流泪了！我们现在有一阳之泪了！眼泪要紧！跟我作对都得死！这就是传说中的隔山打牛！我去！不可能！居然有人打伤我！瘦子，借我一用！啊！哼！有妖气，还有一只千年老妖。大头姑娘的这么好送的，干什么呢？在他本大爷的路，你们抓错人了。当孟婆还是挺好的嘛。哪里？八个呀路，你是男的？真是太过分了！你居然敢伤我的身！不可能，他不可能恢复记忆的。孽子，到现在你还护着他，我今天非杀了他不可！父王，我真的不想回去。进来看我呀！等，我们是不是该打道回府了？我真是不应该附身到你身上了，对不起，不感情了。我们可以在一起，不该附身你的。小的们，打道回府吧。等等，怎么，你想偷偷溜走啊？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可是我爱妃呢。哼，这可是咱们孟婆乡第一位女孟婆呀。老祖宗的规矩都给破了啊！哎呀，管那么多干什么呀？看呀！你也别忘了，你是人。我是妖。那我就祝大当家有空常来孟婆庙看看吧。告辞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告辞。站住！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做的吗？这个天气好不错啊！哇，天上怎么有这么圆的月亮？
你看，我的爱情魔咒解除啦！